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民航局今仔日要求国内各大航空业者进行高峰会。虽然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安全，但是话题也是离袂开疫情。为着要来抗疫赚钱，国内的航空业是步速进展。譬如讲，推出着多元载客，佮譬如讲增加航点。 无到出国，干会使到机场耍一逝，为航空的体验营进化到伫天顶飞一轮，这款的假出国，依然无到弥补航空业的了钱。敢有想要去日本欣赏美丽樱花？明年敢有机会？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估计，要到2024年航空的客运量才会恢复疫情前的水准。悲观的原因是美国等主要经济体。 抗疫的效果不好，加上商务甲旅游前景不乐观，消费者无信心。根据他们的分布的经验，亚洲地区、亚太地区可以复苏的比较快，大概3到4年可以恢复。 亚洲国家恢复的速度较紧，当然嘛，包括台湾在内，华航中营用无共款的方式求生存，重新调整航班，增加货机的运能，佮包括包舱包机多元的载客方案。伫全世界营收前30大航空业内面，上艰难的第2季，敢若华航、大韩航空、韩亚航甲中营这4间有赚钱。疫情控制呢，相对比欧美国家是比较好的这个机场航线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是在12月呢来做一个开航。商务航空12月份要增加东京、大阪、曼谷3个航点，为商务等等的基本需要扩增，要抢占恢复后的市场大饼。